家好，我是来自闽南的佩玲。目前呢，在竹条杯客家八音团队，主要负责的乐器行的二线，一个二线行的较高音的乐器。一摆呢，第一篇就对客家文化延续攀发通。一摆攀的发通行的，就对邱书记八音日秋声音传承的发通。目前来到第三场。第三场邀请的就对地方的八音团来到一片，一摆邀请的行的来自闽南的闽南各种团伙结社的八音赛声音的，还有演的欣赏来一片做八音的演奏，希望一条后生的跟演好多八音展现给大家看，因来印度人可以认识到对地区的客家八音。也感觉一个八音的文化要继续传承下去，从后生的慢慢的来带起我们的八音文化。感谢大家。
一陣食咗咩就地心啲面紅後嘅嗰度都使行嗰啲舊嘅份，一件也一放假期間啦，後就多下嘢就要執，都本身時先都要執，哇！要執嚟食嘅嘢多，一件係嗰度嘅嘅係有雙人佢同嘅佢做嘅，哦，入煮，我有嘅啷個那種嘅錢咧，都分嗰時咧，嗰面下係啷揀一部哦，但係用嘅我佢唔會佢做啊，哦，啲做嘢那些拆辦，佢做嘢都會拆嘅啦，哦，有個人係咁拆嘅。如果嗰座是冇工作時都用個台灣拆嘅，按台灣拆嘅啲咩係為咗我全部被惡種夾上卡，我因為我揾個種嘅叫佢拆嘅，台灣拆同種嘅拆都台灣嘅拆都有啲同意啦，同意係 F 同 G 種嘅，關啲學嗰座全係土話嚟啦，也唔係講慢設備做嘅，多下嚟啊！但係咧，嘢種嘅拆都要混膠啦，混膠先咧淨係混嘢就其他屋種配合咧就嗰個配合啦，哦，我亦都係個拆嘅，嗰個線咧，啲線咧講你講語言，你講一個嗰個嘢咧，係其他嗰個附件咧，附件有啲都有嘅。còn ai có cái phụ hiện cái cốt tay yếm chết cốt tay họ cốt tay mà họ chúng phân cổ yếm hồn tay ăn cua chúng cá đồ cụ này họ cá đồ cụ ra lúc coi nó vậy ăn ăn này mì nó mấy thắc bản này chú một nó có ít hai phẳng giống đồng xí như này mỗi cái cốt tuổi mỗi cái cốt tuổi nhìnคน一個你見安尼見飛啊，佢度管佢帶管啦。安他嘅天氣唔會兩期，哦唔足個太白氣，你冇個太笨啦，仲也係其他嘅哦，咁安尼東西啊。
农客家八音团的团长车义文，跟客家八音团已经因来因社会重新会消失下来，所以我哋闽南客家八音团致力于传承客家八音。对于民国95年开始我哋都喺福安嘅时候成立学生嘅客家八音嘅社团。再来，闽南各种要相同喺95年又成立客家八音嘅社团。我哋希望大家客家八音从小扎根对声音呢开始客家学习起来。嗰啲學生學習咗以後，除了學習客家八音，而咩會去參與我哋社區地區嘅嗰度嘅字典嘅發通，就像我哋闽南莊嘅入園家嘅發通到時間，我哋學生嘅闽南各種嘅學生嘅，福安嘅小學生嘅，甚至我哋社區嘅那個青年人亦都會來參與我哋嚟入園家嘅客家天書真理。客家鄉下來去唱八歌，送八歌，咱我哋希望我哋客家八音繼續傳承下去。
大家好，我哋係咧闽南足球杯客家八音團，我係咧團長鍾少成，我主要係咧負責裁塔，我哋一個係咧闽南最傳統嘅客家八音，用頭擺4人嘅方式，聽我哋嘅老師傅學那個客家八音，主要用我鍾少成做裁塔嘅，佢係用我哋吳佩玲做二弦，個黃佩文做副弦，佢係用我哋羅玉燕打鑼鼓，王家豪係機弦嘅。我哋研究以來，我哋攏有睇栽培嘅後生嚟從下嚟成長我哋一個傳統嘅客家八音。平常我哋睇我哋客家個重要嘅新年貨、滿年貨、敬愛祖、搶白公、送白公一條，我哋攏可以做批下儀式。咁我哋客家人個傳統嘅我哋一個儀式係音樂，計批下，我哋計用音樂計保存下來。大家好，我係足球杯客家八音團嘅副弦手，我叫黃佩文。目前我今年係咧高雄市闽南區功德里嘅里長，我今批八音團裡面都負責一個副弦，我哋從應該差不多100年開始，所以請老師來到我哋功德社區發展社會來教我哋學一個，所以我哋都一直傳承行得到一條路行得到近，非常感謝大家，謝謝。大家好，我係羅玉燕，我係闽南足球杯客家八音團嘅團員。我今年16歲，我做乜嘅會學八音係因為喺我閒暇時節，我睇碌下老輩廟行，然後有完新年服，滿年服啦，然後我就聽到嗰時就有個樂團老師傅喺演奏，我就苦下提神喺度看。我就同阿媽講阿媽我想學一個呢，嗰個碌卡人就帶我去學。一開始學我就學打鼓嘅，打鼓嘅就有西方樂器啦，我哋就講有很多打西方。我感覺打八音演奏八音係一件當輕鬆嘅事情，都在忘記煩惱啦。就專注在八音一件事情上邊，所以壓力大嘅時節，彈八音也係演奏八音係當舒爽嘅一件事情。大家好，我係黃家豪，今年大學2年生，學八音一項已經7年了。一開始嘛係學打鼓嘅，後來人學吉尼弦。個吉尼弦記嘛差唔多一年lang，那係足球杯客家八音團嘅團員，那從各種嘅時節就同學校嘅同學，還有老輩一般做廠嘅師傅，同佢一起做事，其中我學到幾多好強嘅東西，某一天係音樂，還有其他嘅東西。一開始學八音係因為各種嘅技術比賽嘅時節，而去讀各種，而嘅暑假閒暇模式，嚟去闽南各種社團八音社團嚟學習。一開始冇過太嘅興趣，後來因學過有因過想學過多東西，所以因學因多安尼。
家好，我是闽农嘅总王先生，大家係我家妹先生。我哋闽農客家八音團啊，喺個2006年嘅時節，嗰時節闽農80條社會，看到我哋鄉下闽農嘅八音師傅年紀個大嘅，所以就會小弟講，我哋冇後生來傳承，我哋做唔得，所以我哋看條嘅社團就用合作跨域的方式來簽到闽農嘅種，上海團嚟合作，嗰時節大幫沈雄先生，就我哋歌手客家歌手林沈雄，聽我嗰時節做80條社會嘅理事長，我有學校嘅先生，所以我拜訪也嘅柯志燕董事嘅教授，大幫伊同意就講喺學校開社團，毛先生又介紹咯，然後就簽到林作聰先生。也個客家八音團嘅團長，冇學生嘅，我哋就喺學校開社團。第一年嘅時節啦，有冇樂器，80條社會，我哋就大家年前就向下買樂器，送俾闽農嘅種。都也係嘛20年嘅，大幫嘅時節，大家用一班一特色，第一年用一班一特色，我哋就有吉他班。子弟班還有我哋客家八音團啊，唔過第一年大家落鄉班，有興趣冇興趣落鄉下，所以嗰時節遇到一個困難就講，有啲學生冇興趣就冇想要學習，我哋樂器有啲快一個度，所以我哋就結採下學期，我哋就用先組嘅方式，所以我哋下學期就開始寫，當時有一個想法。有一個學生咧很可惜，我哋就會傳下來，就會開班。冇想到第一年就有10年學生咧留下來，所以嗰個開始，到也下每一年咯，20年來差唔多用20兩個人行咧30個人行咧，有啲有興趣冇興趣唔怕，就向下學習。一開始是1禮拜1節課，嗰時節個辛苦，因為要出來表演。就係加強集訓，到18年嘅時間，我哋高中就變成1禮拜2節課，社團嘅時間，所以學生就有嗰度練習嘅機會。接下來我哋有寒假嘅時間，娛樂營，還有熱天嘅娛樂營，我哋嗰時間就做得，本學生要加強所以呢個強鬆，天天咧我幹嘛就一來一點陣。學生嘅學習嘛，一來一夾。那學生嘅畢業用緊啥咯？第一個學生嘅畢業嘅時節，闽農客家闽農80條社會有一群，我哋闽農客家八音團嘅謝主任參詳，就講係唔係做得第3期開嘅班？大幫嘅時節，期末高中又加入來，聽說3期買樂器線上嘅個。公司費，所以3個社團大家就向下來成立一個闽農客家八音團嘅一個傳承班。唔過大幫謝一文主任2-3年以後伊退休嘅，就全部接過去嘅。所以我哋學生有乜嘅好處？就以平常有興趣了解每禮拜嘅9點到11點，唔是錢，又唔是樂器買樂器，就全部去闽農客家八音團。就傳承加強謝老師同之前的彩祥老師就聽說大家帶一年去做廠係乜嘅意思？就講我哋八音唔係唱表演，闽農嘅八音團就喺啲婚喪喜慶裏邊去做廠，也個音樂樣是活的樂器的音樂，所以這生命禮俗就大幫謝一文主任就會帶一年去做廠，認識也個祭典儀式。接下來我哋又個感動嘅就係竹頭杯八音團又後生人又過來，一年一練一步步以後，一年就聽說我哋做縣一團嘅一種國寶級的團練，呢大家又做得對嘢嘅樂器精進就個認真，所以大幫竹頭杯八音團。接下來我哋也下有一個鑼鼓嘅先生，就係我哋學生嘅
拍嘅以後，也下有古來面農嘅種教鑼鼓。啊，因為我哋師傅王福田先生，伊80歲，所以有教本意。所以我感覺對我哋來講，也嘅20年最大嘅成果就講，我哋早期做得接納我哋學生嘅，啊帶伊哋去做錯。啊，我哋呢學生嘅天天嘛做得古來做欣賞。啊，從面農客家八音團有一個富安教授嘅團體。謝老師喺帶嘅時間，伊主教也下嘛係我哋面農嘅種嘅個宋雅婷先生，有幾來聽水做介紹嘅小朋友嘅八音嘅團練，所以也個我感覺是古嘅面農嘅沙期嘅支持跟打拼啊，感謝大家面農嘅種一年一年會越來越好，啊也下根本一練習樣一年難，啊一禮拜練2節課。所以富安教授吼對3、4年生練到都也下2年嘞，所以吼，我哋學生嘅就會看到哦，學弟妹安會喏，比人個拼，一定就會上來拼吼。啊，所以大幫大家本我哋機會，學生嘅練習嘅機會，表演嘅機會，一定就會因來因上網練習，大幫大家。